繼續一個女仔去行山，我係 Estella，再戰中坎角，又撞正雷雨，唔緊要啦，反正嚟都嚟咗啦。交通好簡單，中環交易廣場搭6X 巴士，中坎角海灘站落車，站旁邊有個洗手間，沿中坎角道行20分鐘就到啦。全程石屎路，詳情請留意 caption。第一站中坎角炮台，2009年列入2級歷史建築，係駐港英軍為咗加強香港島南部海岸嘅防守，而喺1941年建成嘅海防炮台。同時二戰嘅時候，日本喺太平洋戰爭入侵香港，英軍親自炸毀，避免落喺日軍之手。喺2014年，因為慈善護養院擴建，上層1號炮台被拆毀，淨係保留2號炮台。仲意外見到紅嘴男出現揾洗手間嗰陣，仲俾我發現一個人跡罕至嘅海灘，好超啊！題外話，行上山仲有魔爪石同埋狗頭啫。不過今日落雨，我就唔上山啦。By the way，人生總有好多估你唔到嘅事。你以為天晴，點知又突然打雷落雨。當你唔放棄繼續行嘅時候，又突然好翻天。全長約1.5公里來回，需時1至2個鐘。全程石屎路 2B 班難度，去單站有洗手間，出發前整理好，雷雨都行得啦。去過中坎角嘅朋友留言話我知，你有冇試過雷雨行山呢？聽一位戰友同佢講，落雨又有咩好怕喎？